今次嘅旅程係去歐洲東南面一個好細嘅國家，佢嘅面積係比廣東省仲要細少少嘅，佢就係阿爾巴尼亞。我哋會揸車沿阿爾巴尼亞轉一個圈，咁睇下有乜嘢好玩、好食、好睇嘅地方。阿爾巴尼亞響上世紀90年代之前係一個共產主義國家，但並唔屬於蘇聯聯邦。相反，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阿爾巴尼亞受到蘇聯嘅壓力，故此整個國家都建設咗大量嘅軍用碉堡，部分保存至今，成為阿爾巴尼亞一個特色。雖然阿爾巴尼亞位處歐洲大陸，但長期被西方孤立同埋與蘇聯對峙，令到佢形成咗有別於歐洲及蘇聯嘅發展道路。自駕遊即將開始，起點係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。而家就硬樓梯上去金字塔頂，為咗慳時間，所以快嘅。哇！咁多人一上到嚟，好，轉個圈。怕啲細路仔喎，似乎走越遠啦。坐吊車上山睇風景就係去旅行嘅例牌活動啦。呢架吊車都抵坐，因為坐好遠啊！我哋由市區咧坐到入去鄉郊地方，市區呢邊咧，市區已經去到咁遠啦，放翻大先，可以感受下市區有幾遠。咁你見到啲樹嘅顏色咧，已經由綠色變到做黃黃橙橙紅紅啦。纜車係繼續向山上面進發，呢啲雲上面上去嘅。而家進入咗雲層，乜都睇唔到，去緊邊都唔知。喂，突然間見到個有啲圍欄嘅。
吊車站呢就有個 lounge bar， 咁有咩特別呢？嗱，留意下第2行喎，第2行寫住 rotating 㗎，咁好似旋轉餐廳咁啦。但係只可惜呢係 close 嘅，因為呢始終而家唔係旅遊旺季啊，遊客係真係得個幾丁嘅啫。咁如果旋轉餐廳的話呢，冇所謂嘅。山下面仲有一個，而家去睇下先。呢間叫 Sky Club，就喺首都地拉那嘅，都算高嘅啦。你見望出去呢，同佢差唔多高或者高過佢嘅建築物呢，都唔係太多。所以呢度呢，坐喺度呢，就睇晒成個地拉那嘅景色啦。而且消費都好平。咁啊，飲翻佢個杯 signature 嘅啦，就係 Blue Sky 啦。離開首都地拉那，下一站係阿爾巴尼亞東南部城市科爾察。前往科爾察嘅路線係沿住停用咗嘅貨運鐵路。對於呢條貨運鐵路以及阿爾巴尼亞嘅鐵路系統，我另外有影片同文章介紹，對鐵路有興趣嘅不妨睇埋啦。科爾察係阿爾巴尼亞東南部嘅城市，亦都係出產阿爾巴尼亞啤酒嘅地方，所以呢一定要去啤酒廠參觀一下。啤酒廠有另一出影片介紹，睇完呢出影片呢，就記得睇埋啦。呢一間唔係鬼屋，而係酒店。酒店係從修道院改建而成，帶大家入去睇下入邊係點樣。露台呢就有一條樓梯仔，就俾你行上屋頂嘅。但係呢，澆咗啲露水，唔知雪溶嗰隻係露水啦，唔知就屋頂濕濕地，隨時呢就一夜跣落去，所以呢晏啲先玩。入就入咗去啦，不過呢入邊黑掹掹、垃圾缸咁樣，冇咩好拍咯。喺呢度呢揾到條電報杆喎，咁同西門子嗰啲呢就有啲分別嘅。同埋特別係呢呢度呢嗰個牌戒咗去，冇咗，咁就成碌過嘅。嗱，呢度呢睇到係燒焊將兩條焊埋咗一齊。離開科爾察前往下一站途中，會見到好多呢種蘑菇型嘅碉堡，或者稱為地堡。阿爾巴尼亞建造碉堡嘅歷史可以追溯至1975年，當時為咗防備蘇聯入侵，全國興建咗大約173000個各類型碉堡。最大嘅就係之前搭吊車經過嘅 Burnhut， 而最普遍呢就係呢一種稱為 Fire Centre 嘅小型碉堡。當時起咗大約16萬個，依家就仲有萬幾個分佈喺全國各處。關於碉堡嘅詳盡歷史，就睇翻我網站嘅文章啦。呢啲感覺幾非常之懷舊啊！以前香港嗰啲呢，好似都係鐵板都冇木板嘅，呢度係木板嘅。即係講緊我細個香港嗰啲啊，我都未踩過木板嘅培力橋。經過培力橋之後，就嚟到莫斯科波萊。
莫斯科波萊係位於高山上嘅小鎮，唯一睇嘅嘢呢就係修道院同埋教堂。由於唔係個個有興趣，所以嚟呢度嘅人呢非常之少。鎮上面幾乎全部嘅修道院同埋教堂都係因為各種理由，例如維修啦、損壞啦，所以呢不對外開放。不過竟然有一間例外，算得上係一個難能可貴嘅經歷。響呢間聖 John the Baptist 遇到一位修士，由於我係藝術系畢業，雖然讀書嘅時候呢對於中世紀聖像冇乜興趣，其實呢仲覺得幾悶下添，但都有一定嘅知識可以同佢傾到幾句。傾下傾下呢，咁佢就請我入去參觀，睇睇難得一見嘅修復工作。而呢間修道院呢，其實已經好多年冇對外開放㗎喇，亦都唔知幾時先可以完成到翻新工程。如果大家對聖像有興趣，不妨參觀科爾察嘅國家中世紀藝術博物館，入邊收藏咗阿爾巴尼亞及鄰近國家嘅聖像，係全世界收藏聖像最多嘅地方。教堂隔離呢，竟然會有咁大個防空洞，得咁多嘅啫喎。好，睇埋另一個先。另一個呢，道門就乾淨好多，不過依眼睇到晒啦，入邊係得咁多嘅啫。頭先下邊有啲煙通啊，即係呢支。呢度呢，防守嘅範圍呢，就係成個山谷啦。繼續前往下一站途中，見到另一條培力橋。我曾經研究過香港嘅培力橋，呢種橋結構簡單，響第二次世界大戰曾經廣泛使用。至今香港呢，雖然所剩無幾，中國內地呢仍然見到佢嘅蹤影喎。有興趣的話呢，又係去我網站度睇下啦。下一站係西南部城市薩蘭達，雖然佢係一個面向地中海嘅城市，但係旅遊使費極之平。每年旺季吸引咗鄰近國家嘅遊客前嚟，例如希臘。講開希臘，揸車從莫斯科波萊或者科爾察前嚟薩蘭達，最短嘅路線呢係要穿過希臘國境嘅。假如租車的話呢，就要留意下租車條款可唔可以跨境。嗱，指住呢就係我住嗰間酒店啦，對住個海啊，海景房好靚。咁呢，山後邊呢又有個地堡或者碉堡啦。咁咧阿爾巴尼亞咧就真係好多啊，周圍都係。睇入邊係點咯喎，一眼睇晒係咁多啦。哇！真係唔講咧，以為係張畫嚟嘅，好似有個相框框住咁咯。如果好似張相嗱咁睇咧，真係以為係一張相嚟嘅。呢度有個窗，都係封住咗，入唔到，好神秘喎！但係一定係有路入嘅。呢邊應該入得啦。
入嚟先。呢度應該頭先咧有個鐵欄封住嗰度啦。側邊咧呢條路咧就應該入到去，冇錯啦。咁你頭先咧個鐵窗入邊嗰個好似小教堂嘅地方，呢度嘅好玩之處就係咧，完全冇講呢啲係咩嚟嘅，一個牌都冇。個牌終於喺度啦！個牌劈咗入嚟咧，冇人理。咁以前咧係咁樣嘅呢度，但係咧睇得唔清楚，同埋呢度咧啲忽爛咗啲。又到入油時間啦，睇下呢度啲電油幾多錢先。價錢咧就係173呢度錢，阿爾巴尼亞錢，每公升173蚊。咁我車咧就入咗35公升啦，齊頭6000，其實係齊頭啫入到，咁啊俾錢容易啲啫。出邊好多羊叫，出去睇下先。應該係一望無際嘅風景。哇！係啊，側邊有條路喎，有條樓梯落下層。呢間咧係碉堡定係教堂定修道院咧？係唔知，因為咧其實喺路邊嘅啫，乜嘢介紹都冇嘅。睇下先，哇！都好大喎下邊。離開薩蘭特，沿住地中海海岸線，途中會經過海港城市呼羅勒，但呢個城市冇乜特別，所以掂行掂過，直接去中部城市培拉特。途中會經過一個好特別三角形嘅堡壘。城堡嘅地牢就係監獄，睇下有點嘅先。呢個就係監倉啩，嗱大家乜都睇唔到，冇辦法，因為太黑。呢度係冇燈嘅，你要自己帶電筒。嗱出邊咧就話要收300蚊入場，但係咧冇管理員嘅，但係道門係打開咗嘅喎，叫你自己行去啦。因為呢個時候咧係淡季，所以咧冇人收錢。因為之前去過一啲修道院咧，都係話本來係要收錢嘅，但係咧係冇人喺度收錢嘅。好，睇完個監獄就轉咗個圈啦。培拉特係阿爾巴尼亞中部一座歷史悠久嘅城市，擁有2500年歷史，被譽為千槍之城。而建於13世紀嘅培拉特城堡就係必看嘅地方。大約1年多之前，喺電視睇到介紹培拉特城堡嘅新聞片段，見到呢座城堡同歐洲嘅城堡有啲唔同。城堡入邊有拜占庭教堂，亦都有奧斯曼時期嘅清真寺，而且去到依家仲有居民生活。所以睇完呢個節目，就萌生咗嚟阿爾巴尼亞旅行嘅計劃。從城堡可以飽覽培拉特舊城區。聖德米特里大教堂響上世紀共產時期被破壞，依家見到嘅係重建版。廣場嘅聖誕樹咧都係新嘅，舊嗰棵咧就收埋咗響城入邊巨型防空洞。
呢個防空洞嘅探險之旅，另外有影片介紹，記得睇埋啦。左邊呢係一個監獄嚟嘅，咁呢度呢就應該俾啲士兵巡邏咯，所以呢呢度呢就係掘頭啦。監獄呢就得咁大啦，咁呢啲地方呢，會唔會以前呢係20個人逼殺嚟嘅呢？入邊呢係一個儲水池，不過有啲垃圾浮咗喺度，知唔知深水埗嗰個呢？落嚟呢就有啲驚驚地，因為呢條樓梯好跣，同埋呢好窄。我而家企度呢係背脊挨住埲牆嘅，最大嘅問題呢就係呢啲水好污糟啦，同埋呢水唔知有幾深。再跌落去呢，咁到底其實都唔緊要嘅，識游水，但係有啲水污糟，同埋呢啲水好凍啊！我而家企呢度都已經好凍。呢度就有說明書，咁你睇住就自己嚟對翻啲展品啦。說明書話呢，如果你唔係東正教嘅教徒呢，就唔可以入嚟呢度嘅。但點解可以入咗嚟呢？都係一帶一路嘅關係啦。繁忙嘅公路旁邊，當然又有一個窿啦。呢個究竟係防空洞定係咩嘅呢？真係唔知，入去睇下先。但係呢，見到入邊就已經對面有光啦。嗱，睇個樣呢，就唔似防空洞喎，因為鐵門嚟啫喎呢啲。嗱，鏗鏗。出邊咧係人哋好似係個農莊嗰隻狗出邊吠緊我，同咧入邊儲存咗啲農作物嘅，即係個窿入邊咧有啲禾稈草 pack 好晒一卷卷咁樣，放得好整齊。有隻窩窩喺出邊。揸車離開培拉特，翻去地拉那之前，去另一個城市都拉斯。都拉斯係面向地中海嘅港口城市，係阿爾巴尼亞第2大城市。當地朋友同我講，阿爾巴尼亞本來計劃咗翻新全國鐵路，預計2025年第1或者第2季完成。其中一段呢係從都拉斯連接首都地拉那，打算吸引地中海郵輪嘅乘客，響都拉斯上岸之後搭鐵路去地拉那旅遊。不過去到都拉斯時，見到興建中嘅火車站停工。當地朋友話，翻新嘅工程其實已經響幾年前停工。由於財政問題，復工遙遙無期。咁究竟最終會唔會爛尾收場呢？經過大約1個星期嘅自駕旅程，最後返到首都地拉那。影片開頭講過，呢出影片其實有2個版本，另一個版本係以探索舊鐵路作為視覺。睇完呢出影片，有興趣的話呢，就睇埋啦。關於阿爾巴尼亞旅遊，我網站有完整及詳盡嘅文章。大家有興趣就記得睇埋啦。咁今集到呢度，下集再見。